其他消息，咱来关心咱国内类似的服务业有复苏。全体房产的员工今年1月份至5月份实质经常性的薪水是年增0.02%。即马毋过出口衰退嘛影响企业分奖金的意愿。伫实质的总薪水这部分是年减0.81%，这是最近7年来同期头一届的负成长。毕业生加出校园进入一场求职网针对性就业做出调查，结果发现，今年有96.6%企业表示有评估新人或者是退伍新人计划。调查发现，企业对学术学历的人平均愿意提供的起薪是30471块，比去年加323块。有研究所学历的人平均愿意给的薪水是33615块，提悬713块。基本工资的7连升呢，推升了这个新鲜人起薪的一个增加，加上有这个缺工潮，使得这个新鲜人起薪不但呢比去年增加323块钱，而且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抵消掉物价上涨的一个压力。主计总处也公布，至到5月经常性薪水平均45314块，年增2.46%；总薪水平均63698块，年增1.61%。那平减降基不加指数2.44%了后，实际经常性薪水拜托衰退转做0.02%正成长。不过实际总薪水是继续衰退，年减0.01%，是最近7年同期第一摆负成长。总薪资确实是受到出口的一个不佳，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之前发放的都比较高，所以基期比较高的这2个因素的影响，1到5月的总薪资的增幅的部分就不如以往那么高了。劳动部公布上薪减班休群统计，目前有531间，9116人无薪假，比顶一期减少1547间，8835人。因为我们这一期公布的的数据会有这个所谓的月底效应那所以大概各个产业大概都有减少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民办大厂群创最近完成新一波组织三新，公司正是6月底已经结束劳务专案优退措施，超过300个员工申请优退，降低人事成本。要拼伫民办景气起来了后，应真紧反弹。记者综合报道。